誰在半路停步？是聽着每顆心跳和脈搏起伏，拼了命成就幸福。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開始跟結束。可呼吸多數萬次，難道這樣容易？你最後那一口氣呼了便化煙，為何明明在眼前，明明同行，但你臨時別去放下句點？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像來話別，可知留低的與重新的，卻在這邊，怎撐過餘生的浩劫？差不多300日了，沉澱過有懷念，要記住你的一切，使世界亮了點。原來仍能活過來，仍能糊塗地愛悠然，是笑過着每天。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話別，可知留低的與重新的，卻在這邊，只可接受新生活的蛻變。而求站在世界的終端，相擁嗎？還能遇上，還能再對話。若到那天地球還未塌下，尚能期待某種永遠嗎？幾多人不捨那離開的，誰都懂說生死都有時，講裏事又如何避免？留低的與重生的，